兄弟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4年8月7日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，列王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9节，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主题是找求。圣经中间讲到这个找求上帝，英语的翻译通常是用 seek 来翻译，这是带有一种望的找，或者是求，或者是讲咱敢讲伊是有企图心的。找求上帝是基督徒必须爱做的一项事，因为若无找上帝。追求上帝啊，超追上帝，就无法度得到保守甲祝福。因为安尼，咱知影基督徒追求上帝，拢是望对上帝遐来得到保守，来得到祝福。亲像大卫所交代伊的囝所罗门王的遗言的中间，嘛是安尼讲着。事实上是上帝甲大卫讲会当这项代志。列王记上卷第2章第1节到第9节，大卫临终的时交代伊的囝所罗门讲：我得要行世间人拢着行的路，你着坚强做大丈夫，你着遵守上主你的上帝所吩咐的，行伊的道路，照摩西律法所记载，遵守伊的规例诫命。命令甲教示，安尼你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去叨位，拢会行动。上主嘛会实现伊对我的应允。你的子孙若谨慎听我，真心真意、真诚的伫我的面前来行做，你的后代就会坐以色列的王位，永无断。你嘛知西罗亚的囝约押安怎对待我？伊有大师尼利的囝约尼尼，甲叶帖的囝阿玛撒，这两个以色列的元帅。伊伫太平的时，用高前的手段杀死因，然后因的火。火抹着伊的腰带甲鞋，所以你应该着安怎做？毋通互伊白头毛安然落阴间。你着好款待基律人巴西来遐的囝，互因常常甲你做伙食，因为我刀柄你的兄哥押撒龙的时阵，因有好款待我。着为记得。巴互林的便雅悯人基拉的囝示梅，我去马哈念的时阵，伊有用恶毒的话咒诅我。毋过伊后来有落去伫约旦河迎接我，我就指着上帝对伊咒詛讲：我无要用刀杀你，但你毋通放伊煞。你是聪明的人，应该知安怎做。着甲伊杀死，互伊的白头毛抹着火落阴间。大卫提到着这个，着爱安怎来找求上帝，就是伊伫第3节甲第4节对所罗门王所讲的。你着遵守上主你的上帝所吩咐行伊的道路，照摩西律法所记载。遵守伊的规例、诫命、命令甲教示，安尼你无论做什么，无论去叨位，拢会行通。上主嘛会实现伊对我的应允。你的子孙若谨慎听我，真心真意、真诚伫我的面前行做，你的后代就会坐以色列的王位，永无断。耶稣基督甲军队者
讲就爱来找求上帝，因为这是上帝互世间人的应允，就是讲上帝亲像这个所罗门所应允的。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到11节，安尼教导讲：求就会得到，找就会找到，拍门就会甲恁开。因为求的就得到，找就找到，拍门的就甲伊开。恁中间兼有人因囝甲伊讨面包，会摕石头互伊；甲伊讨鱼，敢会掠蛇互伊。恁虽然歹，也会摕好物互恁的囝儿，何况是天父呢？伊一定会摕好物对伊，互伊对伊祈求的人。这表达着上帝的慈爱。耶稣基督用这种老爸对囝的疼来讲，这就是真爱。明仔载伫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也会去讲到这方面的代志。追求是上帝所要求的，相信也是上帝所应允的，要祝福的方式甲管道。所以基督徒应该着爱找，着爱求，爱超找，上帝就会亲像老爸对囝安尼相思慈爱，互凡若是追求伊的人。诗篇34篇第1节到第8节，感谢上主的保护，我要不时称赞上主，我的嘴要常常学乐伊。我的心要看靠上主，困苦的人听见嘛会欢喜，着甲我称赞上主最大，做伙尊重伊的名。我求叫上主伊有应我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惊吓。仰望伊的人面有光，心快乐，因永远袂低到见笑失望。善车人求叫上帝有听见，救伊脱离一切的艰难。上主的使者伫敬畏伊的人的四围杂营，救因脱出困境。亲身体验就知上帝真好，追求伊做避难所的人真有福气。主啊，愿追求你伫阮生命中间的每一天、每一时、每一刻，求主帮助阮，着爱谦卑顺服主的诫命，来追求你的道路，得到你的保守甲祝福。感谢主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